聖經路加福音1章68節，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因他眷顧他的百姓，為他們施行救贖。呢個係當日施浸約翰嘅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嘅時候所講嘅。佢清楚嘅嚟到去宣告，神主以色列嘅神係應當被稱頌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眷顧佢嘅百姓，為他們施行救贖。因為佢知道耶穌基督要嚟。約翰要做呢個嘅耶穌基督嘅開路先鋒，耶穌基督要嚟，要為全人類預備救恩，要將佢嘅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嚟，為佢哋施行咗救贖。今日神已經為我哋全人類預備咗救恩，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千祈唔好放棄呢個信耶穌嘅寶貴嘅救恩嘅機會，快快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